收看《狗狗讲哈会》，我是敏华。今天狗狗直击带大家到哪里呢？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出世的点点滴滴。出世就是厨师了，而在里头有位出世非常的厉害哦。他为了学好法式料理呢，还特别飞到了法国去学习哦。而且他的法式料理可是很有客家味的，带您来看看。低着头认真准备客人餐点，他是法式料理的初四林昌盛。本来是媒体人的他，为了艺员梦想，他特别到法国蓝带厨艺学院学料理，花了2年的时间，学了一身好功夫。回台开店，走 Toga 兼走初四，不在人潮众多的大都会，他选择回到苗栗家乡铜锣，开始一间很有乡间味道的法式料理。哇，又到了我最爱的点心时间喽！这个点心可以看到，不止很漂亮哦，而且它非常好吃。用什么样做成的呢？点心哈，其实用那个泰府的吃婆的草莓去做的，带下那个土cây寿这个百香果酱呈现出来的这个草莓费南雪。他把在地食材融入法式料理当中，让民众吃 porn 也能够很享受。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点心。因为他发现很多人是 porn 过后，汉熊是点心魔，而且最棒的是客家点心改米是冻红。不管客家菜还是中式，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工序多，还有它有一定的，譬如像它的酱汁是它的灵魂。我想法式呈现出来不只是好看好吃，我相信它也可以融入在地的食材，然后去发挥创意，呈现出来就是很不一样的法式料理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到苗栗的这个庄园，认识了主厨利用在地的食材做出法式的料理，非常的棒哦。我们现在复习一下今天学到新的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厨师，初四。第二个呢，来看到就是吃饭 ，support。第三个来学到一整句话哦，来看这句话就是吃饭过后好想吃点心哦。食飯過後，很想食點心哦。食飯過後，很想食點心哦。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要加油哦，多多复习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